5秒時間，大家投一投票。冇暫時未有一個款多過5個人投票。有冇其他觀眾想投票？如果冇就係好冇方向喎。4號應該難搞啲啊，冇人投4號，即係介紹完冇人識欣賞都嘥氣喎。2號應該唔係，2號應該多㗎。2號都唔多。唔多啊！哇！唔超過5位咯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，唔超過5位咯。你知大家喺個熒幕度都數到啊，冇唔超過5位。不如咁啦，唔好嘥咗呢件。如果唔係，又要等到下個禮拜。呢一件網紗 T，我自己覺得係 OK，俾多個7號大家揀啦。係啦，呢一件，尋晚亦都好多朋友話好想睇啊，好靚呢件 T。我今日開場都好似着住㗎，係啦，非常多顏色，同埋係有現貨嘅。因為再等到下個禮拜咧，應該廠家冇㗎啦。好啦，呢個大家如果中意咧，可以投7號。係啦，可以投7號。好，我俾埋個相大家睇。好，而家我哋咧就有誠實度啊，誠實度 Doris 張、風咪咪姐姐、Even 虛、Mandy 風嗱，呢啲票數信得過。威 Chan 係啦，因為佢哋都買過嘢㗎啦，好多都係投咗2號，咁2號就穩陣嘅。咁其他票數再高啲嘅都冇乜啦。真心講咧，5號都叫做多啲票數。咁其他就由你票啦，其他都係1、2位投就冇啦。好啦，頭先呢一個7號啊，我自己好中意呢一件咯。襯闊褲，我頭先襯開場咧，我係襯有個絲帶嘅闊褲，我覺得好型，同埋亦都襯牛仔短，sorry 牛仔褲都得，同埋好多顏色揀，每個色都有少少現貨。7號呢個，喂7號又多咗人投。同埋 size 大家會係中意嘅。好啊，7號通過喎，唔知點解好多人投喎。 7號靚啊，7號咯咁。好啦，今日7號啦，7號先嚇。嗱，暫時結果有啦。嗱，其實大家放心，邊一個款咧，我哋都係咁開心嘅，因為都係我哋公司產品嚟嘅啫。咁啊，暫時2號同埋7號咧係最高票數嘅，咁都有啲特別啊。即係今晚啲觀眾咧，唔係要平啲喎，係要特別少少喎。嗱，2號係呢一個。咁但係我放心嘅，因為我已經預備咗啲現貨喺度，相信可以滿足到大家。咁頭先7號咧臨時加上去咧，反而都好多朋友投票。咁而家介紹呢兩個，咁啊 CY Chan 咧亦都唔想讓你失望。我睇下4號係咩嚟嘅先。4號背心係咩？係啊。OK。原來背心係。怪不得啦，好哇，好靚喎，度個尺寸俾大家啦，等我。勁靚呢件，好日本雜誌 feel，同埋好多今次除咗黑色之外咧，好多其他好新特別嘅色揀。咁佢個物料咧係棉質，但係就一個好軟熟、好有彈性嘅棉質嚟嘅，超級舒服，軟綿綿嘅，同埋個 lace 咧好重工。佢係呢度有個收咗一個空位嘅位置，即係唔係嗰啲好散嘅，着得好肥嗰啲咧。呢度有少少收個身嘅，然之後下邊就有個網紗遮個肚腩仔。咁唯一咧係嗰個手臂位咧，大家着咗上去之後咧，roll 翻少手袖就會靚咯。咁但係個 cutting 係我覺得好滿意咯，因為你唔使搞啲乜嘢，直接襯牛仔褲已經係好順眼啊，成個感覺。咁好多色嘅，我俾大家望下先。睇下先啦。好啦，穩陣嘅黑色滿分，跟住白色咧都係可以咁樣襯翻尋晚介紹呢個短褲啦，白色都靚。其次，如果大家唔想要我唔想要成日黑掹掹啊，係嘛？都有幾個灰呢啲深色，大家可以揀。有呢個淺灰啦，藍色都靚，深藍色。同埋有呢個深灰色，係啦 ，total 5個顏色啊！我先着一着落公仔度先，然之後俾翻頭先個 model 相大家睇。但啲手工真係做得好靚，藍色都靚。好，阿 Chan Jackie 咧話嗰個短褲咧，琴晚介紹咗，依家可以拼一拼俾大家睇埋。個尺寸而家科一科俾各位嚇。
咁啊呢個都大家可以放心啊，有啲現貨喺度。咁啊大家咪住個畫面啊，唔好走開啦，咪住個畫面。咁我會而家公佈尺寸價錢。咁啊買走啲現貨啦，係冇？咁但係呢個都幾高質嘅，估唔到係咪？好，如果優先打咗出嚟朋友，我幫你留起嘅會。邀請阿 Sandy 咧可以補翻幾次公開分享好唔好？讚好翻呢條片，因為可以將單幫你升級做5送1嘅，好唔好啊？好，藍色係咪好靚啊？仲有上身係個褲襯錯咗，藍色下身襯杏色啊、灰色嘅褲咧好靚。大家照版煮喎，好似頭先 Mary 去示範啦，闊加闊咁樣襯，好日本 feel 啊，成個 look。